我係 Coco 啊，今日教大家做肌力訓練。我哋用橡筋帶一格格嘅，有12格或者13格，一定要買成人㗎。第一個動作係老鼠仔 ，OK？ 我哋做嘅方法有唔同嘅，今日我哋先教坐喺度，要有一張穩妥嘅凳 ，OK？ 坐一半張凳，隻腳90度踩地下。我呢張唔啱㗎嚇，示範用方便大家睇嘅啫。好，兩隻腳微微分開，踩住條帶嘅中間，掌心向上，揸拳頭。記得啦，膊頭放鬆，手臂要貼實個身，唔好喐。我哋利用手踭呢個關節開合去完成嗰個動作，手腕要直 ，OK？ 用力嘅時候呼氣，吸氣嘅時候慢慢放翻鬆隻手，跟住重複做。因為每個人嘅能力唔一樣啊，所以一組你可以做12至20下，初學者可以由2組開始，之後可以慢慢加到3組、4組或者5組。希望呢個動作幫到你啦〜